家好，我是罗生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陈宝珍朱家旦是战中仁波切的多年弟子，他个人是从事珠宝设计事业的，但他更利用他那独特的艺术眼光来帮助战中仁波切和克吉拉佛教团体设计了大大小小、非常精美庄严的佛像。您在克吉拉禅修林所看到的很多庄严无比的大佛像，就是由宝珍在仁波切的指示下负责铸造的。宝珍多年来在仁波切的膝下学习佛法，而他的姐姐也在他的熏陶下开始修行佛法。在2008年11月的某一天，宝珍接到了他的姐夫的电话，问他们的家庭诊所有没有提供打点滴的服务，因为姐姐呼吸困难，很不舒服。在宝珍的追问下，才知道姐姐得了登革热，也就是骨痛热症，一种在热带国家常见的由蚊子传染的病毒。于是姐姐就在诊所打了3包的点滴，然后回家休息。同时宝珍也为姐姐在克吉拉禅修林赞助了多杰兄灯护法法会，并供了108盏灯。到了隔天下午，当宝珍再次联系姐姐的时候，才知道姐姐已经入院接受血液检查了。由于姐姐也患有糖尿病，所以这个登革热引发了并发症，使到本来就挺危险的登革热变得更危急了。也就是说，有糖尿病的登革热患者的风险更高。当时姐姐的血小板计数已经降到非常危险的21水平，要是再降多一点的话，就会导致危及性命的内出血了。宝珍非常担心，便向战中仁波切请求指示，来帮助姐姐渡过难关。仁波切指示必须立刻为姐姐进行3场多杰兄灯护法法会，还有每天1场药师佛法会，并持续7日。同时每天向多杰兄灯护法做香供，并供上1000盏灯，以祈求护法的协助。不仅如此，仁波切还提到，如果宝珍在经济上有困难的话，仁波切将会协助他们。当天克吉拉佛教中心就马上为姐姐举办了多杰兄灯护法法会。在第1场法会完成之后，姐姐的血糖指数从发病后的19的危险水平急剧下降到9.5的安全水平。而姐姐本身虽然躺在病床上，也勤力地遵循仁波切的指示，念诵多杰兄灯护法心咒，进行观想和转经轮来累积功德。因为在那个时候，她非常需要大量的功德来渡过难关和延长寿命。在当天晚上，在克吉拉禅修林的写作团队也依照仁波切的指示，在一尊由仁波切送给姐姐的多杰兄灯护法像前，为姐姐点了1000盏灯做供养，祈求护法帮助姐姐。在凌晨的时候，宝珍去医院探望在加护病房受到医生和护士监视的姐姐。医生说姐姐的血小板计数已经上升到32，因此没有了生命危险。医生还说姐姐的病情很稳定，没有内出血，只有轻微的肝脏损伤。过了1天之后，姐姐的血小板计数再上升到68，血糖指数也下降到7.5，然后在住院的第4天就出院了。通过这次的事件，我们再次见证到多杰兄灯的迅速和强大的加持和庇护能力，再加上战都仁波切的慈悲指示，使到一个病得非常严重，甚至很有可能活不过来的人得到了救度。多杰兄灯的体性是圆满正悟的佛，如果有人诚心向他祈请，他的加持和庇护一定会伴随人们左右。战都仁波切曾经说过，多杰兄灯不单只是协助格鲁派的佛门弟子，无论人们来自什么背景、任何宗教、种族、性别、年龄，只要他们有需要而诚心祈请，多杰兄灯一定会给予强而有力的帮助。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想要学习更多佛法，可以上战都仁波切的中文博客 www.chenrumche.com/l/cn。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